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民詹伟民，景气循环活力冲，顶顶风采色继续。今日咱的来宾徐景婷，伊伫台中当时客家庄大汉，过来三重埔，为着要保存大官制造业创业的这个基地，展开乌色自路计划，串联几啊百间的这个工厂哦，一头就栽入去乌手的这个世界内底。即阵变成设计创意者甲师傅哦直接的重要人物。若是进行社区的发展，嘛，互当地人甲人之间情感的这个连接，搁较烧络起来。咱咧讲哦，这个乌色自路，毋但代表是这个师傅手顶这个油墨这个印记，嘛是黑暗中的这个机会。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特别邀请乡亲好朋友做伙来看伊的故事。市三重埔较早是台湾加工制造业的重要区域，大家小巷拢会当看到大大细细工厂，师傅凭着家己的功夫、家己的双手，创造出台湾骄傲的经济奇迹。伫当年家庭大工、加工当兴的年代，就安尼一句话，客厅就是工厂。迄阵啊是一间工厂是差不多6、7平尔，6、7平。啊，要做房间工厂，足细间的啦，啊嘛是安尼，一直做到份大来啊吼，啊是讲啊这车床啊底袂落啊，才搁换位。读工业设计系的徐景婷，伫学生时代学设计时，就定定伫新庄、三重埔的工厂来去，对工业生产有基础的熟悉，嘛伫制作的过程，知影师傅的功夫是咱真宝贝的技术。有时阮甲师傅咧讨论的时候，阮有一寡想法，阮无一定知影要安怎做，但是阮甲伊请教的是，有时伊讲啊，这足简单的，伊可能收一个就知影要安怎处理，就是讲设计很容易去演讲啦，跟大家讲概念，可是工厂的技术好像很难去分享出来。除非你是真的去学工厂的制造那一块。2008年，全球拄到金融危机，台湾真侪工厂嘛受影响收起来。徐景婷大馆的工厂嘛面对着同款的命运，伊真唔甘传统技术就安尼消失，开始想办法保存。我是感觉讲，若是伫台湾这细工厂拢无去。迄大工厂无一定会插阮，啊，阮要甲伊请教啊，无可能啊，啊，所以其实小工厂他们的那个技术啊，他们的知识是很宝贝的啦。啊，迄阵啊是伊讲啊，一寡同行啊是讲机械化哦，啊一寡CNC的啦，佮自动的啊吼。叫我带去一四个啊，遐朋友好朋友啊，再互伊访问一下安尼，带去了解吼啊，大家拢啊真诚意啦，讲啊这三兄弟的新妇啦吼，啊大家就讲哦安尼真欢迎安尼。有大馆看线，徐景婷开始拜访工厂，实际了解才知影，工厂不只爱付出劳力，模具的计算、机器的操作，拢有专业的技术。师兄就问我讲。做这车床吼，嘛爱知影三角函数。迄当时我就想讲，三角函数哦，好，那我还是放弃啊。我讲迄可能不是我的专业，我的专业是设计吧，所以我就咧想讲，应该用另外的方法的。因为尊重专业，徐景婷决定用设计来帮助传统产业。伫2013年发起乌色自路计划，将附近的老工厂合作伙，为中正北路193巷开始重新出发。今日邀请到三重埔的这个新妇啦吼，徐景婷，主任你好。你好。哇，真正无简单吼！即阵有真侪种身份，咱讲吼，即阵是这个创意设计者，也是甲这个师傅之间吼，直接的这个重要人物。啊，另外你嘛伫大学检考，另外嘛是这个成功的这个接班者。啊，另外你嘛是这个出去的这个妈妈，
吼，对，这个角色之间会真艰苦无，还是讲真困难无？艰苦，袂啦，是讲嘛足趣味的啦。最趣味的吼，倒一项上趣味？倒一项哦，做妈妈较趣味。做妈妈较趣味，所以这个其他的舌头较甜头。其实嘛袂啦，就是讲我即摆咧做设计嘛，是设计有时爱展览啊，走来走去，其实我是喜欢跑来跑去的。哦，介意遐走来走去啦。对对对，阮查某囝我即摆嘛有带伊安尼，常常甲阮斗阵咧弄展览啊啥，伊嘛足介意啊。做伙弄展览啦。对对对对。现在一开始要小解你是沙丁堡的这个新妇啦吼，尤其咱讲沙丁堡对你的这个缘分有够深的啦吼，会当用这个乌色自路这个概念吼，互坐这个工厂本地吼豆豆啊较稀微去啊，即阵会当活起来。有一个关键的这个数字叫做193吼，这是啥物概念？讲互观众朋友知一下。无，阮就是工厂伫咧三重中正北路嘛，193巷。就是用这个193巷。是。遮有足侪工厂，拢是足细间的，其实是足赞的一个聚落啦。但是唔是讲足侪人知影这个所在。是。我就是讲，我的工作室即马伫遮，然后可以用设计来串联这样。用这个设计给串联起来吼，听讲你嘛是串联几啊百间的这个工厂，敢若193项，还是讲这个边仔这个所在都上百间的这个工厂吼。其实阮是用一个介绍的角度啦，阮是亲像一个平台，一个中继站。是。就是讲，你对工厂有兴趣，你想要找工厂要做物件，是，你唔知要找倒一间，你也是来阮家，阮家有很多这些资讯，是，这些资讯都是之前去访问，所以就是访问了很多工厂。是吼，这个访问的工作自开始就是拍基础啦吼，但是咱要讲回过头，你会想要来吼，甲这个大官这个厝甲接落来吼。这个3楼搬来1楼啦吼，会当豆豆开展你家己这个事业，其实嘛是因为你要复兴这个大官这个过去做制造业的这个基地啦吼。嘛是安尼，因为我家己是学迄工业设计，工业设计本来就是爱去甲工厂合作安尼，所以伫咧2008、09那时候金融海啸嘛，工厂不是很景气，然后慢慢的就在想说。无我来学，要安怎做迄车床，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啦？学车床哦，迄当阵听讲大官一锤就甲你拒绝你啊。伊甲我讲你无法。你无法啦。我咧想讲无法是啥物意思？所以你安怎甲引转来？无，我就讲我要了解但是伊嘛是有带我去别行别间工厂去了解他们怎么做这样子。所以尾啊，豆豆了解。对对对，慢慢就是阮大家伊带我认识，实在就这个工厂嘛。慢慢就发现说这些工厂的老师傅是。拢足厉害的。老师拢真正厉害。拢足厉害。是。叫我算迄三角函数啊。cos 啊。对对对，你要学迄车床，你嘛爱了解数学。数学嘛爱晓。对对对，我想讲哇，慢慢的就很佩服他们。是。那回来工作室我就改变想法。我应该用我的设计来去做我会使做的代志。是。应该唔是去学迄。规个咧投入去车床。对对对，因为学迄个要足侪时间，搁要算数学，我是可能无法度。是，学设计的人啦吼，要搁去担心吼，学一解这个车床，还是讲学这个数学，对你来讲，迄当阵是较甜头啦。所以你豆豆吼，嘛是伫大官的栽培之下吼，豆豆恁去做一寡访问，尾也嘛这个成果啦吼。毋过咱讲这个乌手的这个世界内底，其实制造业。真需要这个乌手啦吼，一般对因的这个印象来讲，其实吼，有的人讲做乌手就是真甜头，你嘛是会当食这个苦吗？我唔敢讲我，但是我足介意做物件。是。有时有啥物想法，我就想要家己安尼家做出来安尼。是。豆豆摸一个就对啊。就是机器机具其实我都还蛮有兴趣。是，所以摸机械对你来讲一点都。我是有兴趣啦，但是我讲实在话，我去看迄工厂逐工咧做，我嘛无一定
会介意啦，因为毕竟我是设计师是嘛，我觉得设计师可能还是喜欢比较多不同的事情。那我觉得，那既然是这样，应该我要介绍把很多的工厂。是。一方面是我有兴趣，想要了解，每一个工厂在做什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发现了好的东西，我就会很想要介绍给大家，是，了解好大家啦吼。所以你感觉印象上深的吼，一个例就是你讲吼，会当甲这个设计者甲这个师傅两个做一寡吼直接的工课，你是一个重要人物，一个例吼，了解好这个观众朋友知影，对一个印象上深。你讲倒一个工厂吗？是，还是讲倒一个案吼，你上深？去年有一个。伫咧为荷兰转来的，是一个是安怎讲？伊伫咧荷兰做他的事业，做他的产品，做事业。对，伊要找工厂啦，转来台湾找，伊就常常打电话给我讲，要做啥物物件即摆足急的安怎？我讲，无你就来啊，我来看卖。我看伊的图，唔知影讲，这生产会不会有问题？我就直接去工厂讲，请师傅过来。是。讲，那不然你来一下，来我工作室看一下。所以我就直接在现场讨论。那个设计师其中有一个也是荷兰人。是。他就一边讨论就可以一边改图，然后稍微调整，就紧的就会使给伊迄资料。有些报价。是。不用1个礼拜就帮他打样出来。有讲哇，这在荷兰是不可能。伫咧荷兰无可能。无可能啦，无1礼拜呢。尤其咱讲沙丁堡这个所在啦，拄啊好会当实现这款的这个吼，一只有一间工厂，这佫会使完成这个工厂可能要设计这个物件，再佫有伊欠的这个物件，一礼拜就到好啊。工作室就是大家会使伫遮咧讨论嘛，在讨论安尼。真正是。真完成的这个部分啊吼，嘛是过去你有这个基础伫咧，你感觉吼，这甲这个社区之间有啥物关系咧？咱讲的这个乌色住路这个计划，嘛是一款的这个社区营造的概念啦吼。对。其实我家己开始咧做这个时，我是感觉讲，本来就这工厂因本来就是有互相合作啊。是。那只是说。只有他们知道，那我这边可能可以带进来的是比较年轻的、比较新的，然后再进到这个旧的社区里。所以本来社区就还蛮活络，我觉得。是，社区本地就真活泼啦吼。对。不过咱讲过去吼，甲过去迄种沙丁堡加工业真兴的这个时阵，甲即阵嘛是有这差真别吼，差别真侪。是，你感觉差别上侪？我是听阮翁咧讲啊，因为伊自细汉就伫遐。大汉嘛，伊讲以前拢24小时，工厂都没有休息的，拢无休困过啦吼，24点钟。即马就是8点到5点，5点就无人啊。周末很安静，跟乡下一样。甲庄脚共款，拢点静静安尼啦吼。其实咱嘛讲着吼，你过去是这个客家庄大汉的这个囡仔啦吼，来到沙丁堡，台语哪会当学较较好？无好啦，其实因为以前。我咧读大学工业设计的时，阮就有时爱去找工厂啊。迄当阵就沙丁堡啊、五股啊，也是新庄啊。你要摕图互师傅看，就讲袂清。讲到嘴甲全部嘛是讲袂清安尼。是。讲着就是可能间接的就会讲。那现在又嫁到三重嘛。是。逐工甲阮公公婆婆安尼抬杠啊。开讲啦吼，来练习台语安尼。对啊。一开始是这个工课这个需求，可能要去对这个图，甲这个师傅做一寡指接。另外就是讲过来沙丁堡了后，你的台语是甲这个大官大家学的啦吼。对。所以你感觉因的身上，除了我看过你的这个资料一写吼，就是讲大官会当帮你照顾囡仔以外，大官对你这个帮助是够有啥物？照顾小孩，其实因对我嘛就自由啊，就是讲，我结婚后，我囡仔2岁时，我搁出国去读册。去荷兰嘛吼。对。是。那我婆婆公公都还蛮支持的。拢真支持啦吼。对。
啊，所以除了这个部分，就是讲全力甲你支持以外，啊，对你的这个事业咧，事业上的，对我的事业，其实因嘛就鼓吹，就是讲像我公公，我有时候在做东西，应该是之前我就是在打样的时候，然后不晓得要找什么工厂，自己弄了好久，我公公回来，我就问讲，爸爸啊，这是要安怎用？我都弄不出来。一看就啊，这就简单啊，就去找相啊，去找相啊。我就发现讲，哦，这个工厂为什么要保留？其实这嘛是最重要的，就是讲这对因来讲就简单，但是对阮来讲，我爱想足久嘛，想无，我唔知要去找相。是，所以那时候才会想说要把这些工厂的资料把它收集起来。所以这个老师傅真正有伊的这个功夫伫的，对，啊，真正是功夫一点绝吼，讲破都无价值，但是这嘛是真有价值啦。对你来讲，打官的这个建议啦吼。对，那他就是很老实的一个人他就认真的做工课。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啦。真大的学习吼。对，上大的学习。就老实安尼，逐工咧做工课安尼。其实你去荷兰了后，转来，咱头拄嘛讲着啦，就是讲做这个乌色自乐啦哈。其实乌色自乐以外，还有这个乌金 party 啦吼。这是啥？这是啥物物件咧？因为我们有做一些工作坊啊、工作营这些活动嘛，后来就有不同单位来找我们，有一个单位叫做金属中心，其实台湾有一个，迄是亲像咧财团法人安尼，金属中心伊就是，也是把台湾的这种中小企业去做一个整合。整合中小企业的这个。那一个活动就有点温到顶的合作找一些工厂的人啊，找一些开发产品的。是。然后用一个轻松的方式，像一个 party， 可是大家就交流，中间也真的有一些人找到一些厂商可以合作。亲像恁的角色，我甲伊扩大就对啦吼。对。有影吼，恁的这个角色真正重要。咱头讲，甲这个设计者、甲这个师傅之间吼，真重要的人物。尤其这个重要的人物，其实你学到真济是对大官来的啦吼。对。有影真正爱感谢，唔来甲你照顾囡仔尔。其实这个观念、这个改变吼，嘛是真正是自这个大官大家来的吼。其实咱要带大家吼来踏入去，咱讲193吼，这个秘密的、这个神秘的这个所在啦吼，做回来看。今日中正北路的巷仔内，上百间的小工厂，各种的加工制作拢有，真自然变成一条生产线。工业设计需要的材料甲技术，其实都会当为遮找到工厂生产。在沙丁堡，阮家中正北路就侪工厂的啊，你要射出成型啊、车床啊、CNC 什么拢有啊，所以基本上。应该80%的加工，我觉得应该都可以满足啦。对设计师来讲，这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甲生产力的所在。不过，若是对生产的过程无够了解，沟通可能就会出问题。因为因无了解，所以要问阮啥，有当时伊家己嘛唔知影，我嘛唔知影讲爱甲伊讲啥的，这是较大的问题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市景亭设计一个专门介绍工厂加工技术的图腾。阮工厂遮吼，阮有做一个，阮是讲的是活的博物馆，其实就是小橱窗。因为我们发现有些人他来，可能会来问我们说他想要做什么东西，不知道找什么工厂。那用讲的哈，真正就拍你很难理解哈，了解啊，就拍了解啊。阮就甲伊做出来，你会使来看，迄有一寡 sample 嘛。迄 sample 你就会使看哦，你要做的物件可能亲像安尼。阮拢有迄工厂的资料啊，拢伫迄，拢有写伫遐。所以你就会使看物件，你就知影要去找倒一个工厂。除了替工厂甲设计师建立沟通的平台，市景亭卖带学生、外国朋友来遮参观工厂。看一个袂要紧啦，来遮看一个袂要紧啦。因有一寡做这有一寡美感，有惊讲有人会偷学，还是啥物？有恁的技术？嘿啦，逐间公司的技术拢无一定啦。有的人无介互人看，有的是还好。阮主要是咧做迄个翻刷的帽啊，嘿，翻刷的帽啊，嘿。
啊，只要你是茶做的啊，啊是班啊，拢会使做的。大家拢较好奇啦，因为这是较传统的迄款行业吼，即嘛已经渐渐拢无人知影啦。啊，你若想讲大家恁想要知影，阮就当然真嘛愿意甲恁讲啊。过去经济当好的时，工厂定定拢是24小时无休困。不过即马下班时间到，大家准时关门，嘛因为看过台湾上好的时期，即阵对未来可能都无遐乐观。市经庭嘛继续替地方、替传统产业找找办法。我毋敢讲我伫遮做的代志是安怎啦，但是讲加减，互足侪人会知影讲哦，伫咧沙尘堡遮还阁有足侪工厂伫遮，啊嘛迄细细啊间啊，啊人拢足好的啊，啊你会使来甲伊请教啊。乌色自乐的创立，互设计者、创作者、工厂师傅有一个互相交流的所在，互原本只有客户会来拜访的工厂，出现无共领域的人来参观。实际推行的成果，市经庭毋敢讲家己有做啥物了不起的代志，但是至少伊踏出头一步。互咱大家看到乌色自乐代表的，不只是工厂内的乌手力量，嘛是咱台湾值得骄傲的乌金价值。一开始你就讲啊，这无可能啊是，啊这设计安尼无可能，就是这又会打击到他的创意。怎么样让他先发展，是，然后实际到工厂一拄到的时，伊就知影。啊，我一直甲伊讲，唔通安尼，唔通安尼，伊就不爱信啦。不爱信啦吼。咱讲行入去这个新北市三重埔这个193巷啦吼，真正是无简单的。毋若是这个设计者吼爱入去，其实你嘛是讲伫咧大学兼课，学生囡仔嘛爱入去。对，我要带因来去遐看卖。因为即马拢用电脑咧做设计嘛。是。但是讲实在话，你上尾嘛是爱用机器要把你生产啊。是。那以后你要出社会，你要帮客户开发产品，无可能讲只有用电脑操作啦，你一定爱甲伊做出来。但是真正要安怎做出来，你爱实际看过一遍，你爱知影讲哦，这毋是你安尼凊彩话。是。讲实在，我带学生去看过吼，伊就知影讲唔通我白凊彩安尼设计。哦。你爱负责任。爱负责任啦吼。对啦，无你安尼话。人为什么讲做袂出来？是，那是讲安尼做的成本就悬。你拢爱了解嘛。是。啊，讲实在话，你就直接去现场看卖，你就知影。所以，这个有学生囡仔画甲图足水的，啊，伫这个工厂内底直接互拍穿的。是无安尼，没有那么残忍。无遐残忍。对。但是你安怎甲教育，亲像讲啊，这个图甲尾啊要设计吼，甲做出来的物件。真正差真济，还是讲困难度真悬啊，要执行出来，会安怎去甲讲？应该是讲生产的方法足济，啊，因小可爱了解，啊无因唔知影讲伊画这物件，啊，到底上尾是要用倒一个机器要去甲伊做出来，啊，伊安尼就会唔知影讲要安怎讲，比如说简单的你。线锯只能直直的啊！你要画弧线的，你就要想迄弧线是要安怎做出来，你要知影。无你就家己画足欢喜的，啊无人会有法度帮你做出来。所以你会甲伊建议啊，这个师傅因的。师傅，其实我有时甲师傅讲吼，卖遐严格。因为这个是在学习的过程。哦。那你嘛爱互伊机会去。去错误中学习，对他也要做失败，或者他也发现讲啊，安尼就困难嘞。是，让他回去思考这件事情。伫咧失败内底，吼，你嘛卖讲一开始你就讲啊，这无可能啊，啊这设计安尼无可能，就是这又会打击到他的创意嘛。他就是要怎么样让他先发展，然后实际到工厂。
伊拄到的是伊就知影，伊拄到伊家己就会修改嘛。是。啊，阮一直甲伊讲，唔通安尼，唔通安尼，伊就不爱信啊。不爱信啊吼。所以咱讲这个193项吼，沙丁堡这个中正北路啦吼，这地啦吼，真正是会当讲是 Maker 创业这个集线中心啦吼，基地嘛是会使啦吼。所以伫遮咱嘛看到讲。啊，有日本的团队，啊，咱嘛甲这个真有名这个音乐的这个作人有翕一支片啦吼，或者是这个工厂肖像啦吼，对。哦，这个部分嘛是引发着袂少的这个讨论啦吼。迄当阵找日本的迄导演来拍的时候，就是咧想讲，阮家己逐工咧看，啊，唔知影别人是安怎想。啊，迄当阵就是要想讲找。外面的人，那个外面的人可能是外国人哦，因为因较无了解阮家嘛，啊，但是因来看过，可能有啥物想法。那因为那个导演刚好他也是京都那边，就是他们也是在工厂区，是啊，就我们就有做一些这种交流啦。就是讲因日本的工厂的生态是安怎？是。啊，伫台湾阁是安怎？啊，但是他拍完访问完，其实我拄着两个就趣味的代志，就是讲，一个是平常时我去问迄师傅啊，讲你讲一寡以前的代志，就讲迄无啥啦，啊无讲你讲你这工厂安怎厉害，啊无啦，就是我去问伊拢无爱甲我讲，但是在日本导演去拍的时候，因为因问的因问因要经过翻译嘛，翻译，迄师傅拢足认真的回答，问啥物就讲啥物，所以这个是找外国人来的一个，我突然发现的好处。另外一部分哈是迄日本导演，他拍完他也觉得，这个片子应该也要给日本的迄老师傅看，伊是讲。就是说，这个可以带出他们原本的那种自信啊，他们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然后或者是他可以传递很多的过去的经验。是，两个这个好处啦，一个好处就是讲过去你安怎问嘛问袂出来，即阵有答案啦吼。对。啊，第二种是讲吼，互日本咱的这个台湾的经验，互日本吼这个老师傅吼，搁一届去看到这个日本甲台湾这个观念，会当做一届吼。做一寡这个交流的，对，哦，真正介重要。所以这个尾啊，这个片啦吼，伫倒位来放映咧。阮进前是用迄座谈的方式，就是讲，阮希望大家请阮去放给他们看，啊，甲因讲迄工厂是安怎，就是前阶段是用这种交流的。那在网络上啦，在那个之前也有在那种纪录片的。那个电影院什么，我们也有放过。有影啦吼，所以这个济管道会当看到这出咱讲的纪录片啦吼，啊嘛是济人拢互恁这个回馈伫咧。啊，其实咱嘛讲到这个193这个部分啦吼，咱嘛知影这出咱讲纪录片内底嘛是注意过去较兴的时阵，写甲伊较稀微的这个时阵，啊尾啊爱看伊这个个大拍尾出来吼，就是讲会当搁一届看到咱讲的这个乌色自路，会当搁一届来改变啦吼。你感觉这个乌色自路买手会安怎搁进一步来发展呢？进一步啊，我是感觉这几年吼有迄第二代，是啊，有的工厂可能没有第二代接班，但是有少年的来哦，啊，这个是蛮重要的部分，是因为。足侪工厂伊收起来，就是因为无人咧食嘛。伊就讲就做甲无工课好做啊。现在就是有一些，亲像阮遐有一个做饰品的，叫立新。伊就是有3个后生，拢伫咧工厂咧继续帮他做。拢继续咧做。对，所以就是第二代真的还是蛮重要。所以亲像这新的一代，还是讲这个接班的人有豆豆出来。你呢？该做什么款的这个合作？阮嘛是也是一样用交流的，然后就是会带人去他那边参观嘛。是，有适合的案子就会介绍给他们。有影啦吼。其实咱讲有的这个店，若是较稀微去，有的规气就收起来，还是讲这个工厂就去做这个
食食啦吼，做这个单位啦吼，嘛有开这个卖面啊、卖饭的这个单吼，真正是介稀微啦吼，所以恁无希望佫看到这种情形出现嘛吼。即马有一个是伊是咧做捐印啦，啊，毋过伊嘛有继续咧做。啊，只是因查某囝伫咧门口卖那个蚵仔面线，嘛是袂歹啦，嘛是足侪人去遐食。是，所以咱讲过去台湾钱用卡北的这个时阵，沙丁堡真正是一个真重要这个所在啦吼。啊，过去嘛是咧讲，这个客厅就是工厂，就是工厂啦吼。啊，即阵恁的这个工厂，就是你即阵的这个设计室啦吼，叫做东海病院工作室吼，是，咱甲观众朋友小解一下，这内底有创啥物件？东海病院，这名其实是我家己阮兜啦，阮娘家嘛，伫咧台中当时，是，其实我是客人嘛，啊，会做这东海医院是因为足久以前迄921地震，是，啊，阮遐嘛是一个灾区，那。我就想讲要整理阮家己的厝嘛，是啊，东海医院就是阮厝啊，我就咧整理，我就想讲，遮济足袂歹的物件，啊，嘛是想要讲，要了解我以前生活的地方的一些故事，慢慢的就把它做成一个展览。啊，展览之后我咧想我的工作室的名，唔知要学啥物，我就用东海医院啊。哦，就甲这个较早处理开的这个诊所啦吼，也是病院，甲伊号这个名，甲伊直接用过来。对啊，我以前甲阮爸爸讲，其实我安尼做嘛是咧继承你这医院，我甲伊安尼，甲伊头壳收，这个收一下吼。收起来。过去爸爸是定定叫你做医生是？无，其实阮爸爸对阮嘛是足自由，让我们自由去发展，所以阮就做设计、做创意较济啊。啊，但是我开始咧做这东海医院展览时，我看阮爸爸嘛是足欢喜的。是。那时候医院还没有完全收起来，就是阮爸爸要跟我咧看诊。是。然后后面我就做展览安尼。啊，看完病的人会使来。后壁看展览安尼啊，是看皮了后去看展览就对了。是，所以伫遮啦吼，咱嘛看到其实阿公，这个外公甲这个爸爸拢是做医生啦吼。对。啊，爸爸迄当阵其实嘛是对这个艺术有概念的，但是迄当阵因为厝内底其他拢是查某囡仔，所以伊佫是这个大孙，一定要甲这个事业接落来。对，阮爸爸有较侪那个压力，比较多责任感。是，所以迄当阵。啊，伊即阵对你的这个艺术上的这个表现有啥物看法无？伊去年就过身嘛，啊，但是进前其实伊拢足支持的啦。是，因为他本来就刚刚讲很喜欢艺术啊，伊嘛就喜欢安尼创意啊。啊，我做这，啊嘛常常出去拢会讲到伊啊。所以伊对你的这影响嘛真大啦吼。对，在我是感觉是，应该是潜移默化，就是些美学啦、设计啦，对于这些物品的东西，是也是有，就是有这个受到这个遗传的啦吼。对，这个是美感的基因。美感的这个基因，拢自爸爸还是讲阿公家吼，做伙这个少年线看落来吼。其实咱等下嘛会带大家去看讲，这个东海病院你较早咧做展览的时阵，啊，甲即阵你这个设计室内底其实嘛用到真侪物件吼，亲像讲这个手术台头顶这个电火。电火，对，我嘛是甲伊摕来沙丁堡遮。就是讲这个过去这个物件千万唔通拍算啦吼。对，其实对我来讲，迄拢足珍惜的啊，我拢想要甲伊修好啊。是，啊有影佫有这个做实验的这个烧杯啦吼。对。啊，你嘛甲伊做啥物？我即马就是东海医院嘛是一个品牌嘛。啊，你拄则讲迄烧杯嘛是产品啊。是。你嘛会使买到这咖啡烧杯安尼。这个做咖啡的这个烧杯啦吼。啊，另外嘛，这个烧杯内底嘛在内底放电珠啊，变电火。迄是烧瓶灯，对，嘛是有这种这个概念吼。啊，其实咱讲吼，这个过去咧听诊的这个器具，你嘛变成戒指，做旋酒，唔是旋酒啦，唔是旋酒，手酒啦吼。这个部分就是讲过去嘛是一种怀念爸爸的这个设计嘛。应该是讲，
是不是怀念呢？就是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在做设计啊，那是其实今嘛你讲东海医院啊，还是黑色聚落，其实它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那这些在生活里面，我很有尴尬的物件，我就想要把它表现出来，做成作品。是，所以自设计内底。自这个生活中开始找找讲侪灵感来源啦吼。对啊。所以咱即阵就带大家来看讲，这个东海病院设计师是安怎这个生想的，咱做伙来看。今日市景亭伫三顶埔的工作室，除了是大馆的工厂改造，内面的空间布置嘛真趣味。详细看有真侪病院的器材，这物件拢是市景亭为阿公甲爸爸经营的病院所保存落来的。东海医院就是我家己细汉时我住的所在啊，毋是讲我住伫咧病院啊，是讲阮阿公甲阮爸爸拢是医生嘛，啊，伫咧台中的当时，在一个小镇里面，啊，要安怎讲就是1、2楼是医院嘛，啊，阮住伫咧楼顶啊。因为阿公甲爸爸拢是医生，对东海病院一切特别有感情，甚至医疗器材伫市景亭的眼中，拢是造型真水的艺术品。市景亭嘛透过举办展览，互民众用无共款的角度来熟悉病院。有的朋友来吼，有的左邻右舍来。也讲哦，伊以前伫遮住过院啊，也是讲开什么刀啊。有一个他就说他耍帅嘛，骑脚踏车，所以就骨折了，然后只好来医院。伫展览的过程，互市景亭发觉到病院内的病历，其实就好亲像是店内的一本故事集，记录着每一个人的生活。透过展览，才知影病院甲社区的感情有偌深，医生甲病人的关系有偌密。因为伊家己嘛是就喜欢艺术设计这些事情啊，我咧做这个时，虽然伊嘛是看无啦，就是我把迄病房啊、手术房啊做成展览空间，啊伊嘛是咧，伊是无问讲你做这要创啥，但是伊就欢喜安尼，把他的那个手术工具全部都展示出来，啊伊嘛会甲人介绍。这支是要创啥？这支是要开倒位？啊，这夹子要夹什么？非常的写实，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好像还是蛮开心的。虽然市景亭无做医生，但是伊对爸爸讲，用设计继承病院。其实情感基地的传承甲连接，一直是市景亭创作的主题。经常伫台中公家美术馆的展出，想法嘛是来自问奖司机。就你会好奇，这样每天进进出出这么多卡车司机，那这些司机到底去哪里？他们到底开出去以后去哪里？大家会不会好奇？那我就想到我有过经验是坐那个货车司机的车子，比如说去宜兰或去台中。就有时候搭他的便车，他帮我载展品或者是什么啊，其实就趣味的，伫咧车顶吼，伊就你要啉茶无？你要食什么无？啊，我有迄喉糖，你要食无？然后就是整个那个车头里面就是是这边就有什么，那边就有什么，就好像就是他家一样啊。卡车司机规工伫车顶，车就敢若是伊的厝共款。为工地卡车司机、病院内的社区连接，也有乌手工厂的专业态度，市景亭拢会当发现其中的美丽甲精神。透过伊的专业，用设计讲出土地甲生活故事。东海病院设计师哦，其实咱看到真正是怀念讲过去伫咧当时大汉的这个生活的基地啦吼。那是阿公，还有这个爸爸吼，伫遮较早因这个做医生这个生活中吼，
你看过因安怎，即个看诊也好，还是讲安怎去甲人看病啦吼。其实即阵伫你的工作室内底，嘛是还原了即阵的即个过去的即个情形啦吼。其实内底上使人怀念的一个物件，你会感觉是啥物物件？怀念的物件。其实我工作室就这物件。就这会当怀念的吼。我看到你讲内底有即个药包啊吼，你家己做卡网啦吼。对。这拢是过去生活中的即个基地伫咧。对，手术灯嘛是啊。我有时安尼开迄手术灯，迄气氛都足好诶。是。其实这唔单单是你的这个生活中的基地，其实你较早咧展览的时阵，是真侪这个台中人的基地伫咧。对啊。展览是足侪人咧转来看嘛。是。伊嘛会甲我讲，伊以前嘛来阮兜。可能是开什么刀啊，还是带倒一间？是。做啥物代志？我是感觉本来只是讲是要弄一个展览，结果嘛是透过展览听到足侪在地的故事。透过展览听到真侪在地这个故事啦吼。其实你即阵嘛咧写故事，用你这193遮啦吼，东海病院工作室遮嘛咧写故事。即阵写故事的方式有啥物？有请人老早要讲的。工作坊，还是讲请人来演讲，做交流，嘛互真侪，譬如讲这个男女朋友也好啦，这个厝内底的人，带这个囡仔来遮，会使 DIY。DIY， 因会当做啥物？阮进前有互人可以打字，伫咧金属片上面。迄其实是要互人去体验讲，你要做一个饰品，是，你会使家己做。但是做了，阮搁带伊去参观工厂，去看迄做饰品的工厂。伊就会家己做，搁去看工厂，伊会知影讲这物件是安怎做出来。有的人是有兴趣讲慢慢的他还可以自己再做别的创作。是。所以阮有时开的课程啊，阮的设计是讲可能可以了解哪一个加工，哪一个制造。什么款的这个上热门？其实做饰品那个蛮热门的。是，都已经工厂上抢市。你讲工厂，有一个工厂是做迄是要怎讲？种菜箱哦。种菜的这个箱啊。种菜因为即马迄足侪，迄较侪妈妈迄款的有无？大家伫咧这个。因来参观，迄因足趣味，因足有兴趣的。摕转去就会使种啊呢。对啊，伊讲卖种子嘛，卖土啊。是。那个种菜箱是塑胶的。但是因家己，要安怎讲？因家己研发。因家己有迄机器。1楼塑胶射出。是。工厂的顶楼就有100坪的那个花园。你就会直接看讲，哇，这会使种什么？种什么？可以种叶子，那个柚子。种油啊，就厉害。伫厝顶种，所以拢是咱讲193这个创意，这大一盒安尼。哇，有影。所以那这个你的角色真重要吼。其实你敢嘛有做一寡这个展览的这个策展人啦吼。伫遮咱嘛看到，比如讲这个旗啊，这个小学，也有嘛有这个茶3点1415。对哦。侪这个创意来源，都是伫这个生活中。发现这个元素伫咧，对。咱讲一寡这个市场策展诶，这几年我是策比较多展览啊。这展览亲像迄手造工艺，也是讲旧年迄3.14迄茶嘛吼。其实这拢是咧讲台湾的故事啦。那个手造工艺嘛是。要去找传统的工艺大师嘛，或者是也不一定是工艺大师，就是现在还有谁还在做工艺，然后有什么样的工艺，然后介绍给大家。有迄木头的啦、金属的啦，还有玻璃啊。这展览里面嘛有讲足侪，亲像即摆就流行咧讲循环经济嘛，咧讲环保。其实阮咧玻璃嘛是迄春瓷玻璃嘛是有伫咧。到底咧
一起展览。是，这春地玻璃过去嘛有来上过阮的这个节目，所以真正有这个关系啦吼，就是讲会当做伙来合作新的概念，还是讲新的观念，做伙伫咧少年人身上吼，会当互这个老企业还是讲老工业吼，搁一届来电活起来吼。对啊。所以恁的角色真正重要。无啦，就是设计师本来就是会使把这个故事，因我是感觉讲吼，设计师较会晓讲故事啦。用故事的方法，去互别人每一个人较比较容易了解啦，嘿，较好了解啦，较好了解这是啥物，要安怎安尼做。有物件讲足复杂的，你讲工厂安尼乌疏疏，你讲迄工艺，敢若就传统。可是透过展览，是，你可以有新的观念在咧内面啊。是，毋过咱讲过去这基础啊，拢是爱甲师傅这个交流真好势。过去一定嘛有甲师傅交流无好势的时阵啦吼。拄到这个时阵，安怎来解决的？交流无好势。真正要找伊做，你嘛是爱甲伊好好啊讲。有时你可能爱开足侪时间，慢慢甲伊抬杠啊，从旁边安尼慢慢，甲洗脑一下。嘛毋是讲洗脑，你亲像你甲伊，我以前甲一个，迄是工艺师啦。我请伊帮我做物件。是。但是我想要请伊小可改一下。但是佫足歹势咧，甲伊讲，唔知要安怎讲。我就安尼陪伊咧啉茶啊，啉到足晚。我讲，伊讲差不多来走吧。我讲哦，对啊对啊。毋过吼，我这吼，我就才甲伊讲，我想要安怎。设计这个概念讲互伊听。就是慢慢啊，甲伊讲。伊想讲，好啦，我帮你改一下啊，是安怎？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半暖啦。半暖，对。其实工厂嘛是，亲像我的学生啊，伊嘛会晓安尼哦。有时就买一个茶啊，买一个凉的啊，互因啊。师傅有时就对因较好安尼。起毛字就好啊吼。对。所以，若是做设计，做人嘛是真重要吼。对。在咧工厂内底学甲足济。但是其实因就是就人情味就重的啦。其实你就好好啊讲，好好的沟通，其实就好啊。人味真济，这个沙丁堡这个地区啦吼。对啊。咱嘛看到，其实你过去搁较荷兰去深造，这一档还是讲这两档你转来，搁有新的这个想法，放伫咱讲沙丁堡这地方。其实去荷兰，我嘛是看到因迄边吼，对于这制造，因比阮搁要安怎讲，因的工厂无亲像阮遮济嘛。是。因要找工厂，搁要做培林，要安怎讲？培林机来，亲像中国啦，是东南亚是倒位。其实因嘛毋知要去倒位找。我讲你坐迄飞机啊，坐去遐，你有找着无？有的人讲无找着。我就咧想讲。其实阮家己就有遮好的物件，遮好的所在啊。另外一部分伫咧学校，伊嘛是对于迄技师啊，学校里面的那个工厂的师傅，都是很尊敬的。师傅嘛是，对学生的创意嘛是讲很支持，他会想尽办法教你，这个要怎么去生产制造。这个就是他们有那个观念，有传承的观念。所以我转来的时候，我就想讲，要安怎来把这些物件安尼整合起来，整合起来，是，所以整合起来嘛是你自这个荷兰转来有这个新的概念，嘛想讲吼，这个193加吼，会当搁一届会当活起来吼，这阵活了袂歹啦吼，这还好啦，所以你感觉伊搁有进步的所在伫倒位？你讲沙丁堡遮是。就是讲，其实我是感觉吼，阮遮大小就是讲迄工厂的规模不大，但是做适合吼，亲像阮这些小的工作室、设计工作室在做开发，小工厂甲小工作室开发起来灵活度比较大。另外一个部分是讲。起码其实机器啦，或者是工厂，环境
其实也要慢慢提升啦。环境要提升了吼。对啊，你讲有一些环保的基本的一些观念啊，我是环保的概念豆豆咧进步。对啊，你家这环境弄好后，我觉得更多人会喜欢来这边做创作。有影啦吼。其实讲到你身为一个女性吼，过去咱嘛知影这个大官迄当阵，你讲要做这个车窗的时阵，伊讲袂送，这个查某囡仔可能做袂来。你感觉你做一个设计师啦吼，还是搁做这个工业设计，女性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是一个大挑战无？过去可能是，即阵可能毋是啊。我是感觉其实女性工业设计师不少，但是亲像阮伫咧学校教册，是。有时我嘛看到足侪学生很优秀，可是大部分亲像阮家己嘛是啊，就是毕业后可能结婚啊，可能拄到家庭的问题，因就是比较低调嘛，拢唔知走去倒位，豆豆失去安尼，就很可惜安尼。所以有啥物要甲因建议？要甲因建议就是莫想遐济啊，然后在工作上面，我觉得女孩子还是要有自己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发挥的部分。在工作上找到家己当发挥的这个所在。这是就重要的。那我觉得我自己在做这个工作，我有时嘛是咧想讲，我是做给阮查某囝看。哦。就是讲，我可以做，那你以后也可以很勇敢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勇敢的让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对。你即阵几岁？你讲我今嘛？查某囝。唔是我，唔是你，唔是。查某囝几岁？你想要15岁啊？15岁啊。所以搁3年，伊这个人生的这个大选择啦吼。我就会在放落啊。你就在放落啊。是，所以你有想要讲用你这个角色来互伊看起啦吼，就是讲你做啥物，伊尾啊，卖当吼，卖失志，会当去豆豆找伊这个梦想伫倒位啦吼。对。一句话送互伊。一句话送互伊啊。就是讲，要安怎讲？做代志就是爱认真嘛。是。有问题，若是有遇到挫折，其实嘛免惊啦。你就是要有热忱，然后很努力的去完成它。真的不能完成，你只要尽力，就对得起自己啊。是。做代志爱认真，然后对得起家己就好啊。有影？爱先安尼系啊。是安尼，今日非常感谢咱的这个 Gina 来到咱节目现场，多谢。多谢。景气循环活力冲，丁丁风采设计局，今日台湾新界文化新台湾，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感谢。谢谢。多谢。多谢。哇，你查某囝15岁啊？对。足少年。我问刚几岁？我讲像几岁？早囝。伊即阵读国中还是高一啦？要高中。要高中。高3。还会考。